凯美风台已经造成花莲地区的灾情，大高电线66公里的所在绑落来，车是跋倒通过。另外，这代替宣布停驶，目前这附近车头、东西正线、铁基路拢去互这土石砍起来。也那发风部是针对秀林乡顶4个乡镇，动员100多人，要强制撤离村民。 规大片土石崩塌，土门沟啊参土石规个平落来，车无法度通过。这是伫台九电线66公里的所在，今日风台凯米扫入来，花莲二市真侪所在灾情不断。代替午后，全台湾对号列车、区间列车拢停开，花莲好人车站东西正线拢互土石砍去。秀林乡和平车站前监视器有翕到警方找甲路边的树啊一直摇，还佫有一支监视器找甲照涂骹。 台年工厂嘛传出灾情，厂区内树仔未堪咧强风倒规片。和平村嘛因为落大雨、雪大淹水，村民歹过日。警方嘛协助运送防灾物资，提供泡面予已经铁穿的民众。和平村长下晡开车要去河中夫人部落，啊，毋过强风大雨，差不多看无头前的路。到河中的时候，完全看不到路，所以我们在河中快到村庄的时候，我们就折返了。去早一点那里啊，不要埋怨，这是 上级的命令。秀林乡公所乡长一家一户要求秀林村民强制撤离去秀林国小段，边啊还有国军官兵陪同。图上兵推，或是说程序演练，等等，这个方式来执行。好，部分科目有做调整，将这个部分的人力转换成救灾，然后来完成机具的检诊之后，然后待命来实施救援。 国军机动调整人力协助减压灾情，也加撤离乡民。典型国军永远是国人上坚强的靠山。雨愈暗愈大，也是有民众无愿意配合。秀林乡公所讲，有14个秀林乡民签切结书，无愿意撤离。 若是泰鲁阁国家公园还搁伫修复阶段，警方会同泰鲁阁工务段抢救人员，针对184.5公里过口，包括太管处、沙克淡、崩坑东边，路封起来不准进入。12月底会局部开放游戏区114年，游戏区要全面开放。可是这次的台风风雨蛮大的，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变数。 个人毋望泰鲁阁国家公园搁再开放，目前是规划年底12月开放部分游乐景点。不过，凯美风台带来真侪大水雨，若造成灾情，恐惊都要延后开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